好的，时间来到的是下午的4点04分，你收听的节目是《幸福来按赞》，我是 Aris。8点档台剧《一家人》，剧情幽默贴近生活，那其中凯秋 CP 又甜又虐的剧情让人印象深刻。那今天很开心，各位迷妹们，节目部外面的人，迷妹们准备尖叫咯！我们欢迎张振凯，Hello， 嗨。主持人以及现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振凯，不是啦，我是黄文兴啦，对啦，是黄文兴啦。我只是说这个振凯这个角色让人印象太深刻了，所以我才就是用这个角色把你带出来，而且这首歌也是有搭配那个一家人的插曲嘛，就是让人印象很深刻哦。对，其实真的呀，讲重点就是今天黄文兴来到幸福来按赞，带来就是最新台语专辑《爱若是》，对，这是第几张专辑？第4张，已经是发行到第4张专辑了，纯台语专辑，纯台语专辑，因为之前有的还是有点国台语这样子，对。那这一次是纯台语专辑哦，那也是以比较你擅长的抒情歌为主。对，这一张去年那一张应该是说2016年，然后这个是越走越有嘛，可是那一张专辑因为比较没有宣传的时间，然后那一张专辑里面也有一些国语歌曲，有一些国语歌，对，曲风的形态也比较丰富。那这一张专辑就是非常单纯的，就是都是台语情歌为主，对啊，当然也是有一些其他的曲风，那我们再慢慢介绍。而且这张专辑有加了很多就是新的一些制作人或者是音乐人一起创作，对不对？就是有一些制作过一些大牌歌手，比如说像阿令啊，还有许志安这些。比较大牌的制作人，然后呢，像现在我们在听的这个背景歌曲《刘告家》，它里面也有邀请到这个Jerry C， 可能大家这样讲，大家不知道，他的成名作就是《小幸运》哦，对，请他来弹那个，对，请他来跨刀来搭这个吉他，这样，对，然后让这首歌更丰富，然后还有合音是请那个星光帮的许仁杰。许仁杰也是很会唱啊，对啊，非常厉害，非常会唱，所以请他来跨刀来帮我做一个，所以也就是用一些人脉，然后找来自己很多好朋友来帮忙这样子。然后最主要是这次的专辑全部都是用国语流行音乐，国语流行，对，我要讲就是这个，因为其实你听完整张专辑，你就觉得它只是语言上的不一样，对，其实它整个会其实是觉得是国语专辑，只是说你是用台语来唱，对，可是就是说你就是这种就是属于比较新式的台语歌，对，然后等于就是说，我觉得这样子年轻人也很能够接受，对，因为其实会这样做，主要有一个目的啦，因为是我文兴是屏东人。然后土生土长嘛，然后这个台语是我的母语嘛，陪伴着我20-30年，到现在也快40年了啦。这样就透露年纪。真的我才想讲，你好冻龄哦！那时候看到我吓一跳，就也跟我差不多，但是我就觉得你很冻龄哎。真的吗？对呀，保养的真好。没有，你也保养的非常好。我就要稍微修饰一下。不会啦，就是。我就觉得说，很可惜，现在的时下年轻人，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国台语都有听，那我觉得国台语各自有一片天，然后各自精彩，都有它拥护的族群，可是20几年后的现在，国语的发展的格局已经很大，然后很多面向，很多不一样的元素跟风格。反观台语，反而台语好像就会比较一直在原地，对，甚至还是有人会对台语歌的印象是停留在就是很比较演歌式的卡西的，或者是怎样。当然，我觉得这样的歌其实它就是代表一种台语的文化。对，这种歌也是不能磨灭，因为爸爸妈妈现在还是听这一种歌，你这种歌它还是得要继续存在的。对。可是新的真的年轻人，也许听这种歌他会听不下去，他没有，他觉得就没有，对他没有共鸣，对他没有共鸣，觉得没有记忆，好老，这是什么？我在唱什么？我听不懂。因为对我或者是我，甚至我以上年纪人，其实都有一段非常都有很多
多美好的记忆，可是对他们来讲却好像就是有距离啦，距离的，对，就觉得说我听这种歌好像很奇怪，对，所以你就是走另外一条不同的路线，而且演变到现在，年轻人都会觉得说台语就是很刻板、很 low， 或者是很 low， 对，怎样对。那所以我才希望借由这张新的台语专辑《爱若是》然后来传达，让年轻人知道说，现在台语不只可以保留原来传统的美，也可以。也有流行，很流行，对，很流行的方式，跟你们现在所接触的时下国语流行音乐其实是没有差别的，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有在唱一些新式台语歌，像萧煌奇的台语歌也是都很流行啊，就是你完全也不觉得说，他是这个很刻板印象中的台语歌，对，但当然 maybe 像江蕙那种，他唱的就是很好听的台语歌，所以其实台语歌是有很不一样的样貌，所以大家真的也是要多听多尝试。那当然也是像你也要持续的出专辑，告诉大家台语歌也是就是这么的好听。当然，如果要可以持续出专辑，也是需要大家可以一直支持。对，所以这个大家的支持很重要。当然，好歌真的是要大家要多听哦。而且我真的，大家可能就是听我们背景音乐，好像听到一点 OS。对，因为这就 MV 是。我说，怎么会有这个台词？这不是 MV 吗？这是 MV 版的那个音源啦。对，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大家一定要看这首歌 MV，因为我觉得，哎呦，好甜蜜哦！是为对方怎样吃水饺、打电动骑车，哎呦，戏水鸳鸯戏水，还喝同一瓶水。可是。就是对方竟然是谢承君，是吗？谢承君就是对另外一个男主角，你是大胆挑战男恋哦。对 MV 为什么要这样表达啊？因为其实我们觉得以往的都是三角恋情，都是比较就是不是两男一女，不是就是两女一男，就是很正常啊。可是我觉得就很好猜的剧情了，对，就很好猜嘛。这个大家都可以自己脑补，就直接就知道结局是什么这样子。对，可是我就觉得说，是不是可以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然后因应现在时代多元化的对多元那个成家，多元成家，对，然后也在就是主要的目的也希望借由这个 MV 跟大家诉说，就是不管是哪一种爱，都是值得被大家尊重真的是没有错。对，可是这剧情是你跟导演讨论，还是说你接到片场才知道今天是要拍这个？没有，一开始就有跟导演讨论。我再跟大家说一个比较好笑的，就是好，我们要最喜欢听爆料。这个 MV 的启发者其实是我老婆了。真的他鼓励你，觉得说这样子才有突破，这是他想出来的 idea。真的。对，我说好了 OK 啊，我说你没有这样稍微小痉挛了一下，想说你跟谢承君很熟吗？还 OK， 但是只是说我没有演过，就是没有演过这个角色，我怕诠释的不好会被被揍，你知道？对，因为我觉得这种角色，我觉得是要用一个。你要很深入，然后去了解他们的心态是怎么，然后你才可以演出那个东西，不然你会演出来会假的这样。又或者很刻意，或者是对，或者是没有，就是好像沾到一点点，对，反而会被那个对，然后甚至怕会。如果你没有表演好，是会有可能会触犯到或者是什么的，对人家不尊重，你知道吗？然后所以在这方面，我有稍微的迟疑了一下。可是毕竟我身为歌手，也身为演员，对，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大挑战，对，真的。所以我就说好 ，OK， 那这个把这个 idea 就给导演。我觉得还不错啊，看到那个真的吗？成品，就因为这样坦白讲，我也是局外人，但是就是我光看就是纯就感情部分，因为你都会有一些那种你知道，就是在旁边这样子很爱不到对方那种感觉是有演出来的，对，所以我觉得我是有共鸣的。那当然不知道说那个同志朋友看的是怎样，但是我觉得应该一般人有共鸣，应该是我觉得是蛮像一般人都他们都觉得反应都还不错，对，算有刻画出来，对，把那个东西就是爱不到对方，然后又很想祝福，然后又内心又很挣扎。对，因为里面的角色，我的角色就是属于那种一开始是跟有女朋友的嘛，那到后来才发现说，其实喜欢的人是就是这个另外一半，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就是我的好朋友、好兄弟这样。最后就是不能跟女生在一起，这样。对，就是内心很纠结了。对。真的应该
可能也很多人有经历过类似的经历。其实底下是其实那个留言都有说是还蛮虐心的这样。我看底下留言，我看到一个蛮好笑的，他就是说什么郑恺就算谈了同志恋情，还是那么苦情，好可怜。然后还说什么再拍一支 MV 让他们两个幸福，为什么？对，没有，因为大家都觉得会有续集，你知道吗？感觉他应该还会有下一波，好不好？我们来期待看看有没有下一波，好不好？好啦，那我们先马上来听这一首感情相当浓郁的歌曲，丢告家。等一下，我们让他完整播歌好了，不然听起来怪怪的。好啊。好的，继续回到幸福来按赞，我是 Iris。那么今天来按赞的特别来宾，我们欢迎黄文欣。Hello， 你好。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文欣。那黄文欣今天带来最新台语专辑《爱若是》。那其实，如果你从超偶开始算的话，应该到现在应该有算是超过10年了嘛？对。那你在2010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那隔年很幸运的就拿下了金曲台语歌王的宝座哦。那个真的是当时大家说你是什么黑马，我觉得你不要讲黑马，因为你这个也是凭实力啦，只是说你打败那么多资深的哇。没有黑马，就是底下也是有也有人也有人更高。说他凭什么？凭什么？人家凭这是实力啊，对不对啊？但是我还是会说，我还是用我的实力来证明。对，来证明说，对，那个宝座不是随随便便，我没有去贿赂评审什么拿到的哈。对，那其实当时你倒是没有乘胜追击，说推出专辑，反而好像中间就先跑去拍戏嘛。说到这个，是我内心永远的痛啊！这是痛哦。没有啦，开玩笑。就是其实那时候本来唱片公司也要乘胜追击，那因为在这个合约唱片合约跟这个经纪公司有点问题哦，也是有一点合约的问题，这样子，就很可惜没有再继续下去，打铁趁热这样子。不然那时候其实很多歌都有收，但是就是然后甚至有收到一首歌就是还蛮特别，我现在讲的这个都我完全在任何电台没有讲，因为真的吗？独家？对啊，我最喜欢独家了。对，好。里面有一首歌叫《1000万次的眼泪》，1000万次的眼泪，那就是朱丽静的。对，朱丽静的，本来是，但是被人家唱走了。对，但是我觉得或许我来唱这一首，因为那时候我听这一首我就觉得很感动啊，这一首好好听哦。这首很适合当主打。就是他，对啊，因为他那个原创者那个女生，她就也自有唱个 demo。那时候我在听 demo 的时候，我说好好听哦。可是这首歌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唱起来其实不好唱，因为他那个感情要很多，对他那个感情凌驾于歌唱技巧。可是我觉得也没关系，因为我觉得如果给我唱，搞不好不会红。哦，你另外这样子想，因为我觉得这个音域的问题跟我觉得由朱丽静来驾驭是，可是他原唱就是 demo 就是女生，所以他会不会是他一开始就设定给女生？可是其实转成男生应该也 OK 吧？他应该一开始设定就是女孩子的吧，然后我听了，我自己先哼看看，我觉得就是不知道是还不熟悉还怎样，可是我觉得我无法去我觉得还没有办法到达就是这首歌的那种，还没抓到。那当然在后面就是一些可能我那时候的歌唱的那个纯熟度也还觉得还不够，这样子，历练上可能还不够。后来就是朱丽静发片之后，我收到这个歌，我说这不是当初我有收到这首歌，对，当然有点可惜，但是我也觉得很幸运，他遇到一个这首歌遇到一个伯乐，我觉得遇到一个朱丽静，她这么会唱的一个歌手，我觉得是很，然后可以把它发扬光大。对，所以这首歌你看成为朱丽静的招牌歌，对，大家都知道这首歌是她的招牌歌啊，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对啊，那其实也很开心。对啊，这中间虽然没有发片，可是我觉得老天爷似乎还蛮眷顾，开了你另外一个门呢。对啊，然后就那时候去拍戏，我觉得拍戏反而是。算是一个很好的磨练呢。对，对于你日后的歌唱技巧，尤其是情感上，应该是有很正面的帮助吧。对，有很正面的帮助，而且在一些因为唱歌跟发片跟
演戏不一样的地方是发片是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可是演戏是演尽人生百态，然后演这剧本里面的角色。对，那这剧本里面的角色，其实你都可以在入戏的当下感受到他的这个人，比如说像我这次演的郑恺，对，我现实生活也没有这样，哪有那么悲惨？整个很悲惨啊！可是在演戏的当下，没有，最后死的是微笑的走，我觉得 OK 的。对啦，含笑离去，对。只是那个停尸间让我演得非常痛苦，还吞口水。就我觉得那个就这么还蛮想，我们不要讲想笑，就是好了，很有情感啦。对，因为在那边当下看的时候，如果没破这个梗，应该大家都看得一把眼泪，对。可是破梗，大概就会觉得哇，会觉得很超好笑的。那因为那几场戏，其实让我觉得感触很深，就是人的我记得有一场，其实当下那一天因为我们正常一天的剧本的这个脚本会出来2次，第一次是初稿，第二次是定稿。那正常都2次就好了，就知道你明天大概要拍几场戏。对。觉得结果那一天呢，我出班去拍外景回来的时候，接着要拍棚内摄影棚的那个戏。然后呢，我就去看了一下我的分场表，我的分场表就是他会记载说比如说黄兴、张振凯这个角色这一集有30场，那你大概有几场，他会标出来。我说奇怪，大家的分场表都明明白白的6场、7场、2场、3场，怎么我的是空的？你知道吗？空的是漏掉了吗？不是，我就奇怪怎么没写。好，那我也不疑有他，就不追究了。反正我后来得到讯息，那时候得到讯息是我明天本来要休假，然后就突然说，还有就突然新增了一场，第2次校稿的时候新增了一场。明天不能休假了。然后我跟女主角那个李燕就心情也是不是很好，说明天本来可以休假之类的。因为后来这是早上的事，后来我去拍完外景回来已经晚上，看一下分场表又没有我也不疑有他，我就继续等。接着他回来吃完晚饭之后，我就看他心情很不好，我说怎样？你是明天要出班，你心情不好？不是，他说你不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什么？你没有去看分场表？什么分场表？我有看过，我是空的啊。没有，又第3次校稿。就第3次校又出了5场，多了5场戏。多了5场戏，本来是空的，多了5场。本来只有多1场。本来只有多1场。但是我看分场表是空的。他说你后来新的分场表出来，你多了5场，你又多了5场。对，然后其中有一场在那个医院，然后有7页纸。所谓7页纸，我跟大家讲，那个7页纸的时间大概在40分钟，就是我们看的那个7页词，7页台词，对，有40分钟，那不会脑死吗？对呀，还好，就是大家讲的比较多，因为我是躺在那边昏迷。那最好赚了。然后他说，我说7页纸，叫做我要交代遗言了吧？因为我都大概知道你不可能，因为只有大场戏、重点戏才会这样。他说没错啊，然后下一场你的医院下一场就是去公园完了领便当了，就是停时间。我说真的还假的？他说真的。然后我就突然好像有被雷劈到这样。我说也太突然，但当然也不是说怎样，只是觉得哇，怎么我演了这么久的戏，突然就要没有啊？本来以为就是大概就这样，OK 就要收，然后后来他就我要明天要出班的时候可能还没挂，可能要再演个3-4集，结果真的突然就真的就要挂，就是那一场加了那一集加了5场，然后他就心情非常不好。我就突然有一种感觉，我说你为什么心情不好？他说觉得女主角就说觉得太突然，他说感觉好像有什么还没交代完。我说这是拍戏耶，你不要入戏太深哦。我说你看
我们拍戏的时候，我们当演员，我们就会有这种感触。对，太人生就很突然嘛。你今天好好的，明天好好的，然后明天下一场就你哪预料得到会怎样？对。我说，何况是真的，如果是发生在真的，是就是真实，是真的有这件事发生的话，发生在现实状况。对，你看那个感触，对，就是人家讲戏如人生嘛，所以你拍戏，你更能够去体会到说，我 maybe 我要珍惜当下，然后我要好好的做我目前做得到的事情。对，所以在拍完那一场戏，踢足球那一场戏，我就做了这一首歌。这一首歌对不对？就是一定要带到这一首歌，就是很重要的凯丘 CP 的代表歌。就是你拍完杀青戏的当下就有灵感，就写下了这一首歌。我就写下了这首歌。对，这首歌的歌名。我想要登去那东西。对，也是就是刚好呼应你在戏里面的那个角色，对不对？非常有感而发，就写了这一首歌。没错。对，非常的好听哦。对，那真的是逼死多少人的眼泪。我觉得就是拍那种本土戏的，其实效益很大。对，会不会走在就是你比如说你的知名度大增？其实我其实真的会有差别。我这样讲好了，我当初我发完了天地专辑，其实还没有到很多人认识我了。会比在比赛的时候认出你的人还要更多吗？就是说拍了戏之后更多，因为你知道比赛就是看比赛的人会。有看的人才知道嘛，对不对？但是你不看比赛的人，其实还是很多，可能就不知道，因为那个是一个族群。对。可是你看哦，我没有比赛的时候，后来我演了一部叫做《猛甲耀辉》，然后里面我演了一个太子，然后也刚好很幸运搭了我天地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叫《三心两意》，就这样。莫名其妙，这首《三心两意》歌就也中了，对，因为男合唱，他其实就当初金牌大风，他设定是台语版的左右为难，对不对？然后也中了，然后本来那一首歌大家都知道，天地那一首歌大家都不知道，后来是因为演戏的关系，然后让大家真的，我觉得有时候戏的那个就是助长的那个功力是你无法想象的，就是你要打对，你对了之后。像FR 这之类的，他们第一首出道的那个也是刚好搭到红的戏，然后戏红，然后斗鱼，对。那小幸运也是，当然田馥甄本身知名度就很高，那也是搭到对的戏，然后对的歌，然后也是整个就是知名度就暴增。这首歌红到韩国，红到很不可思议这样子。对。所以不要小看那个戏的威力，真的是也是要多试。而且很多都是很多人也是就是除了从我歌唱比赛。知道我之后，然后也有很多喜欢我的人是从我的戏，然后认识我，认识我之后再去找我以前的作品或者是现在的作品，音乐作品，对，去听，知道你，然后也想要更认识你，就更了解你，然后就是更去找以前的作品，对，亿万克拉的幸福，是我知道你的第一首歌，你知道吗？对啊，那时候。以前觉得我爱你，对啊，能不能把以前的转世？那多久以前的事？但是我就有印象啊，还有那个我都睡嘿，骑着我的我都睡，冬天不会连 Kiki。对呀，你看黄文兴多么多才多艺，对不对？对，那当然了，爱若是专辑呢，这个曲风也相当多元哦。除了说你很擅长的抒情歌曲之外，那有一些很甜甜的歌啊，像什么《爱的摩卡》，嘿，还有什么《幸后地心壁》。那其实真的是已经很不像就是传统印象当中的台语歌了。是，对。那其实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更厉害哟，就是台语摇滚。本事比较台式，对，台式摇滚。那其实我觉得台语摇滚本身已经听起来已经很过瘾了。对，像伍佰的台语摇滚啊，什么阿密特、后大利有了，后大利了啦。对。那你像你在虽然说全部都是抒情歌或者是一些甜甜的小调，那你在收到这一首歌的时候，哇塞，那个唱腔上有没有一些调整？有，唱腔上有一些改变。因为如果知道有在关注文心的人，应该都知道，说我除了唱这些比较流行台语的歌曲或者是国语歌曲之外，我还有一个非常喜欢唱的音乐，就是布袋戏。布袋戏，因为我布袋戏就会用比较有
那个会靠，就是要有那种比较有狂妄的那种，对，那种霸气的感觉来唱。所以这一首本事，我就是用一个比较王者霸气的感觉来唱这首歌曲。所以你也是从小看布袋戏长大的吗？对，从小真的哈，真的，对，就是小时候有 follow 到那种第三台都在播布袋戏的那个年代嘛。然后到第四台，然后发录影带什么的有跟到吗？都有去租啊，都有去租哈。有，对啊，然后电影什么都去看哦，都有去看。对，而且我觉得布袋戏的音乐会让我喜欢，是从我们一个前辈啦，就是荒山亮，对，他也是唱布袋戏的歌曲，然后有让我吓到，我就觉得布袋戏也可以。就是用那么摇滚的方式去诠释布袋戏的歌曲，跟以往的那个什么林松柱啊，或者苦海女神龙那时候的时期演歌方式，苦情一点，就是用演歌去改编的，对，是他用了比较前卫的这种 rock 摇滚的方式来诠释布袋戏歌曲，我觉得非常有那种潇洒的感觉，对，就是我那时候听到哇，因为我那时候很久没有听台语，台语有一个断层，就是非常久，然后都是听国语歌曲，然后因为自从亮哥唱了布袋戏，我开始听台，可是就是会一直听他唱那个布袋戏的台语，因为我觉得那个台语充满着就是那个 image 印象很深刻，科幻就是从他那种唱腔，然后来做参考，然后对让你诠释这一首歌是更有那种 feel， 对，然后听起来也不像是传统歌曲的演绎方式，但是就是但听起来就是又很有 power，然后又有。还是有那个会靠的保留的那个会靠的那种感觉。对，这首歌也是我觉得很适合在 KTV 就嘶吼，你知道吗？就点来就嘶吼，然后两个人 PK 这样子。对，唱起来非常的过瘾。对，专辑收录这首歌，我觉得也是展现你很不一样的一面，又有抒情，又有小品，然后又有那种很揪心、很心碎的情歌，然后又有这种台语摇滚。对，一张做的很棒的专辑，真的鼓励大家一定要来支持黄文兴的最新专辑。一定要支持哦！真的，有活动要预告吗？目前是没有，目前都是跑宣传。有跑宣传，会有活动的话，都会在我的个人粉丝专页还有 IG 上面去公布，然后请大家就是喜欢我的朋友，或者是第一次认识我，然后第一次认识我喜欢我的朋友，也可以到我这些所说的这些粉丝专页 IG 上面去关注我，来 follow 一下，对不对哈？对。好，那我们最后呢，就来听这一首台语摇滚本事。那今天也非常谢谢黄文兴，祝福你专辑大卖，谢谢，拜拜。